了戏，了兵，你嘅思念就心。长日跳山。哦，今唔知什么代志哦。哎，阿你记，乜嘅事情啊？前所未闻3、5升度啊！谁？有人冲喎？大家会听到。鲨鱼加掉啦，来做看卖啊！离开台湾200年。快！你那个，你要去嘛？快呀！哎呀！要揾任冲啊！好啦，你唔好講啦，好，三個，升緊腳，離開台灣400年，風平浪靜。田松哥，用藥係嘛？佢3、5升度啊！究竟有輸東西咧？我係標準醫。老二標準喎，太寒酸面，哪單嘛笑到係冇？我係夾命，邊講係死嘅，你係咪打邊個？係咪幫我做到？我絕對冇邊個嘅。哎，來，格，插落嚟，插落嚟。來，好。冇發現，鳥兒東西格叔叔啊哦，下一批遊覽嘅人啊，天天愛來了嗬。哎，點解有咁多人哦？亞總幹事啊，到電視台頂講過話，結果一邊講啊，按你怎麼夾啦？嗬，格，叔叔啊，誒，數起來咧。阿你記，樣嘅做咩用一下會出現？小屁眼都好冇，咪先當一下啦，我下晝頭上去買先嘅啦。哦，好啊。格好，天天過來哦嚇。哦。
呐，上后你放人做嘛个观光游览么？傻逼傻逼的。走了。好好。你那个小溜溜啊，不管嘛个时间看，就会安讲啊。还记得咯，20年前，你就会睇下富桥那开放本省好多诶。佢当时喺一家的晚上用嘴面啊，将那个油费变走。唉，时间过得真急诶哦。佢早上嘅晚上嘅话，也老诶。这一条呀。拜托个，你咧算啥？加加4、5级的风影尔，你就这样臭屁！我甲你讲，我顶甲伊扫着风台尾，规只船用要沉了。若毋是我技术好，我早就去互海莲王做竞赛啊！各位头家啊，今日天气嘛足好的吼，风影嘛无啥大啦。为了玩对你哦，我准备新船药，有人要治无？我袂，我嘛袂，我嘛袂。嘿，走来，大家拢有啦。把你太了讲，我那条船呢也有10多年了，都是再好再用的坚固啊，用迄欧巴也係有使用的人限。来看咯，你要隻船呢，都唔夠嘅，让我有可能。因為冇可能咯，要按多年來，雖然你去天神去做保養，但是只要係機器的東西啊。你就一定用久的會磨損啊！這是冇奈何的啦，多講也冇用啊！他們啲個垃圾度，我都唔講啦。這樣係要聽機，一下說嚟佢就會繼續讓我升下去啦。唔錯呢，就像打眼人咁樣，攞嘅啊都冇效用嘅，除非一個腦筋可以評論的時刻進步下。你看啦，像所講呢嗰種人。唔係該學下，該做鋼管船，要兼開面數，不但船業好，也比當嘅個強壯啊！嚟嚟保養船嚟，而家嚟睇唔陰見要咩先嘅？好，木料面線，張船的就好，你上嚟看下眼睛啦，嗱，眼睛樣啊？也皮斯通出問題嘅呀，要加幾張好嘅，省省視察嘅時間，咩行動嘅啫？要拆開嚟看當地啊，跟啥下嚟用嚟處理啦？看呐，那種我做過測底啊，都全部運行呢，是得有錢花得有時間，總共一句話啦，羅嗦呢，我咬錢呢，讓人骨頭啦，上得嘅啦。冇其他辦法係嘛？冇安尼啦，有問題嘅人聽啦，問那如何嘅？咁拉你，我唔拉你咯，唔放心啦，強點嘅事，運那也好啊，唔會有問題嘅啦。好啦，咁就樣處理啦。
阿叔哥，我天送的啦，我老买的东西，卡笔记哈，营养口粮2箱，瓦萨比6罐，豆油3罐，泡面2箱，西瓜的雅士2箱，鸡肉2斤，20 kg 的塑胶桶的2只，管小事，冇人做做白个，听我早上我送我码头来啦。太久啊！哦，拔片子上好诶，俺不能死人家做嘛啦？人家出事情了，还这不会救你啊？田总吧，歹势啦，我就唔知讲咩啦。你阿妈回答我，哎呀，这样应该做嘛个？嗯？嗯？还没挑战东西呀？嚯！你要不要糊涂你啊？做这种实在犯法的事情，要不唔得？田总吧，俺个也係無奈何的呀，俺個也係欠錢咩？钱嘛也冇欠嘛，欠钱就做坏事系冇啦？田總吧，也係我自家的事啦，唔是參礙啦。我看挨莫參你，我廿八去加深嘅老朋友呢，廿八人才哦，就可唔比大台一樣啊？田總吧。我拜託我喎，我拜託我喎。那個點點，我最容易做壞事，破壞拖壞人的精神。莎莎，再給你次數，也係負責。做唔得啦，剛剛還不認了做誒，剛剛你卡姑娘就寫可以來扣碼10分咯。我這個小屁，你也唔次數就算了，東西拿出來，我跳落去。跳嘅地去，我喺半場全都集體地波呢，跳到開到誒，我要去曬把東西啊！你話唔好啊，好手好腳，能揀冇東西要曬，那比走去關醫院，跟他死路一條啦！拿出來，你拿出來，我可以搶。船長，這裡是海巡署巡防艇，我們懷疑你涉嫌走私，從事不法，請你立刻停船接受檢查。船長，請你立刻停船接受我們的檢查。感謝羅天鳳先生徹底發揮見義勇為、軍民一家的精神，協助我們海巡單位破獲了重大的走私案件，同時也鞏固了台灣的海防。謝謝。
写了点那个意思啊？那个意思啊！王大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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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做嘛解？我来错了啦，啊，他来做来嘛？叫杨小姐来，我看到毛胖人死嘞，你用钱包寄出来。佢有嘛为啥我做嚟听书的？唔是你同情啊呢？你做英雄，我上报纸，该是俺们开个事情，怎么同俺讨落水呀？唔免个老人家吐落水，嘿呀，他嚟去做这种事呢？我能做事该用爱到你下，你见到都你係咩人啊？偏嘛个管俺不开个闲事，你蛮翻译的哈。生意喊生喊，我看就把义现在，人还就该富人家按要想搞落去呀。不管样来讲，啊啦，他嚟夹把迄家生意嘅搞钱，有卡事情就会硬嘅事情啊。唔是你家好心，同我走开。我来做。在。我来做。排水啦。对啦。我是这啦。排水排，家长我哋做嚟看，家长都嚟看啦。排水啦。这两之来啊，是产才过哦，你做乜嗰個老兒計較嘅咩？我要我来计较，我还想听书记咧，说过咧，我哋唔方便表示嘛个，推我出面，看佢條小嘛个哦，一些我出。唔放心啦，大家都為嚟聽書啦。佢哋才過還才過，不過事情總係講就道理呀。佢哋唔可以怪我他的方法，點都嚟怪我，我用咁錯。田松哥啊，你喺度見，做乜轉唔過來呢？事情唔係錯就唔錯，我要轉過來。其實這種事哦，唔前菜去門看呢，大家就渣都唔啲人呢。而家環境難查，為做這種事咧，唔係為咗貪財呢，係為咗生意好翻呢，知唔知啊？他那樣講，只有理有正道，犯法嘅事情要做嚟做了。咁樣係講，人車就係拿拖開你嘅名義，留社保翻來比，佢當你社保翻較重要啊，係唔係？無紙比吧。
田总博，做嘛该？有件事想请你跟我们回安检所说明一下。嘛该事情？这里不好讲，主管说只是跟你聊聊而已，要我们先别跟你说。你不说我就不去了。好啦，田总博，不要这样啦。那我偷偷跟你讲好了。因为有人检举你说你也是走私集团的一伙，因为分赃不均，所以才会去告你。来，田总吧，先生一杯茶啦。我天呐，迄个好生人吼，本来就看唔晓得，故说迄个有乜个味素特色动哦，目标拢新冠度啦哈。那种社会事情还是无相干，我较烦恼个，迄个名义落前拍。我哋啊，故说吼，将抢雷转啊。你还是我来解释咩？我喺真要做这事，我要按到开天火点头来做。也当然无可能啦。不过田总吧，我哋因为有人写信的检警，故说我哋当然要调查清楚。来同讲，我罗田松做事情一生以光明正大，我对得起自家，对得起祖宗，对得起社会。你我拿两件事情来糟蹋我切都冇都接受的啦。无按严重啦，田总吧，最封无写名嘅检举信呢，无证无据，我可能讲有罪呢。无罪还让我嫌来。哦，好啦，田总吧，冇见你啦，安尼算我唔错好冇？罐头，开车送田总博回去。唔是啦，我这个问下。田总吧，冇见啦。阿花啦，兄弟啊，大家老早，拜托一下，给我倒把水啊！你这边直走，左转，看到绿色珊瑚的招牌，就是我的民宿啦。好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好，请慢点哦，给你打个折了啊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有生意啊？对呀。田松狗哈是在喊盐不？讲，因为这有事，大幸还没唔小心。哎呀，咁係，即然怎樣嚟講？唔要安講哈，迄期去做這有事吼，做就本個呆毛去做去創業節咧。唔講啊，我當朋友講啊，伊呢條咧是變做乖乖，本意啊就想要存錢。伊迄有多少骨咯？我想吼，切腿唔免有安樣。我怎么不得不起哦？一听有人调事，我咪杀气的呐。有人講咯。伊老公睇你動出來呢，要牽出一婆老人，唔好本年輕嘿。大家因為到暗，到海航下要堵到，做幾行嘅人哦，無上冇時候要本伊動到。姑嫂啊，也標逢上嘅人啊，一天啊，喺上我老田松講不值嘅啦。佢有乜嘅辦法咧？愛怪就怪伊出家，腦筋哦都一行轉出來，為生年嘅年紀，到未來咧，好年壞年記，壞年咩殺記，朋友咧唔可以分記哦，來誒落踢記咧，哼，牙點用？田中哥，係咩你意思啊？正壞啦，哪裡用？咩哪裡用？掉牙住骨了。還是係咩樣的意思啊？田松哥錯啦，消滅了。牙子。
先生，这回赶紧上来啊！哦，有几手？多少手？来，哎，哎，好嘛？好，谢谢，我等下到。哎，田中哥。哎，田中哥啊，按多东西哦，人家真打算修到米个去嘿。关你小事哎！你穿养元钱，来打哪呢？没人做做嘛？哦，哎，田中哥啊，迄赚到钱哦，记得退一金毛的姑娘转来哦，啊记得咯，哈，哈哈哈哈哈！水前夜啊，那是罗天松，还是人家弟唔系冇某嘅讲法，好心慈悲嘅水前夜，我哋呢位20人嘅，俺多年来一直都受到你嘅照顾、保护，十分感谢。感谢了。
日头渐渐沉下去。来来来，哦，生意哦，启程啊，哦，够有嫌疑。来，乜啊？哦，下到晏到哦，挨把老到下到东江去嘅哦。莫搞唔錯了，你阿爹唔係半日傳堂嘅呢？呢部阿財送尾拖線橋咧，架上架下旁派掉嘅，咩唔錯去哦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安尼阿財送尾就唔是同俺買嘅啊，佢全上到嘅啦。挨推幾樓唔講按字寫，安尼仲做得嚇？拖開人唔行上作誤嘅，可能開埋個傳堂。田松哥，那擘嘅人是擘嘅飯，要做田主體呢呀，跟我作誤嘅作業唔一樣，我當然冇轉好。田松哥啊，你家幫嘅賺一多錢嗬？俺做得啦，拉叫兩個生意讀書。這太冇簡單咧！一個男人嗬，安尼出外打拼賺錢，不開一股嘅度。各啥有各啥命，那有乜計咯？係答啱啊！唔想要掉人啊！誒，我兩個寫不嚟咯，因為冇看到咯。加咗很多個碼頭燈呐。喲。喂！哎呦！喂！天下來，天下來！過失啦！哦，明白嘅咯喲。這，喂，過失啦！阿爸，阿爸，我奶奶飛市上嚟哦。一個模子，按路慢嚟到。阿哥老講一擺，下擺迄個按錢咯，數額都能讀提起，做唔得亂亂啲嘛。那上次山嘞，看阿爸強用喺輪來咯。行船拖海係當辛苦嘅事情，你一種條路啊，阿爸來做就做得，咁能做乜該？只要冇變壞，除咗拖海了後，其他人做乜都做得啦。阿孫姑啊，你講嘅行行出狀元，係咪一條人嘅政治呢？係啲。田哥，願意簽了。田松誒，這水果大頓有囡仔食？恁客氣啦，你家己留咧食啦，按自洗哦。按自洗嘛該，迄囡仔還閣長咧大，啥物營養都嘛愛吸收。
做袂用逐工拢食鱼啊？我甲水果放喺遮啊，你就会记退转去哦。我先来走啊吼。哎，田公公，你真竟然家看唔出来诶？看唔出来嘛个？是啊，这样关心命来人买诶，无留去陪我试一下啊。我去背诗的啊，我讲安自身的。嗱，咪讲你啊，嗱人讲嘅唔啥，中意变爱人啊。冇出来乱讲法，睇下连沙天天。哦，唔是讲嘛嘅喏，你啊不良死体咧，甲老公写做诶，凉茶就像趁老头头老趁个当屁啊！爱骗加一屁，啊事情唔是咱结哦。哦，冇爱硬行啊，係冇要緊哦，我想到新年咧，屋都方假站咩？家己小暖啲嘛。生意有挨散就拉咧，那事情唔是你结啵，小屁屁，走开。上强风特报，放寮恒春沿海含流桥属以及全国大部沿海，风强将于西南风转为东北风。平均风力在大概6级，北区最大阵风9级，平均1公尺等3公尺，小型等大型。专家请特别注意。又真係一坐天台。冇够咧，做不开去。哦，鬼也够，也唔对我专业下士。哎呀，哎笑，哎呀，哎，阿孙啊，还唔做不开去冇通到海？那我去做无哪睇你去？哼，听我去做嘛，我去做唔嚟呢？那要做唔嚟啊？哦，乜使啦，星期做乜唔嚟？所以。那哪睇你去？哪睇你去？一個模子咧，咁樣烏藝啊！我走。去做。哎，你做你睇到嘛？好啊，好，轉。嚟，孫嚟，日本。
也迄嘛该。也迄快拳咧比比的，唔看咯。哇！也是注意的意思，像我双手，一听到好快碰咧比比的，能做得对吧？一天爱飞一盆，漳州地摕你去哦。政府就会按规定的呀。也比比的拿好，再一天天的练，等练我会怎讲啊？都老没专业下师，要按表去专业。你来同阿爸教考验前好不？好啊。等下，惯用的都唔好出声哦。嗯。一个模子出啥世界？建哥，不准我去船搭，免准你去码头，听到无？一个模子，来讲你听到无？你讲你唔敢去的，讲你唔敢去的，大刀讲唔敢，讲你唔敢去的，听到无？哎来呀，哎来呀！哎呀！大刀讲，讲你唔敢去的，讲你唔敢去的，讲你唔敢去的，要哪个？风平浪静，日头渐渐转下雨。各位友，大家好，咱今仔日是要来讨论着五路渔船发展的座谈会。咱时代咧进步，咱为着要生存，咱一定爱跟着时代的脚步。啊，等下咱渔民看有啥物意见，咱会当提出来做讨论。总干事哦，讲了真有道理啦。啊，今仔日的环境拢无共啊啦，大家若想要活落吼，就一定爱发展经济啦。以咱这条件来看吼，发展观光真好啊。哦，啊，若照你安尼讲，毋着爱去招人
来咱的小琉球游览观光嘛。诶，等者，大家想看卖，迄人济，粪扫就济啊。歹命啊，等海水内底，咱鱼仔都死了了，会咱大家要安怎？是啊，无鱼，咱是要过啥物食穿？这嘛是咱渔会所替咱大家设想的所在。现在渔会量一年比一年来减少，咱袂当等到真正有一天无鱼啊，安怎来想办法？安尼就伤慢啊。所以各位鱼友，咱来甲咱的目睭看较远的，今仔日若无来做，咱以后一定会后悔。都是啊，若讲吼观光做会起来吼，到时大家啦开餐厅的就开餐厅，做旅社就做旅社。人来钱都缀入来啊！到时大家啊，拢免去船顶啊，吹海风啦、拍日头啦，鱼仔拢免掠啦。咱就对有。对啊。你点起来袂歹呢哦。我反对。田总哥，有嘛事情听听的讲啦，莫心泡泡的。俺免反对政府，免反对他个赚钱，地方所的经济做来发展起来。按水会同好，啊，毋过做毋得罔本啊，做毋得老年老本行跳入去啊，啊，就像伊个为了赚钱，让阿公婆派啊，买起啊做得了。哎，你世世代代迄讨坏个人咧，大家唔记得咧？哎，你今日是做嘛？你用眼光办到了未啦？啊？几时节？就会看唔惯，佢就将唔算来买迄工厂嘅上班的人啊。唔算就像安尼个树老脚咁样咧，因为做讲跳台就跳台。最重要嘅係啊，咁你喺啲睇開地方、開朗地方套成翻緊嘢，你喺當然咧，按幼小嘅傳統，先拿嚟做觀光，你係咪不得不去起碼解啦？田上伯啊，你講客話我聽無啦，你講我唔掠魚，但是魚愈來愈少，要掠嘛掠無，這是要怎怪我？唔怪咩人啊，你這個名你良心講，你係條小貨誒，佢到眼前就開始幫唔嘅，用60秒用60秒。為到貪心咩？啊，乜嘅壞事就咁做啊？你講嘅啊，貪死頭拼死腳，你下唔係見嚟見受嘅，你最低乜嘅原因啊？你上伯啊，你講你要傳統，啊，佮講阮大家要買掠魚，哈，啊，你叫恁囝啥物都當做，就買掠魚，你敢講會得過？你講啊，你敢講會得過？對咩？叫恁頭先所有人叫。好嘞，阿叔嘞，阿小嘞，來爽爽。哎，好，生意啊，你頭先爽下。南風了你，了來了去，了冰，唔知嘅思念手心。一條山。爸，你愛台灣。睇福講啊！做乜嘅愛白狗血？唉，生意咧有意無在，講你咩唔知？乜嘅題目按啊？你太就會知嘅啊！別錯了。離開台灣200年。風平浪靜，風天風海風腳壁，長一條山，離開台灣300年，風平浪靜，太陽照愛灑灑氣。長一條山，離開台灣400米，
风平浪静，像个喳喳小秘密。长一条山，离开台湾500米。风平浪静，海龟擔挑跳太遠，長一條山，離開台灣800米，有冇發現鳥兒的？那你做有何苦呢？有冇人叫我走？慢咁叫我走，那放棄喺度呢就喺度呢，慢你講唔到。你哋做廿海人，我廿下要退國卡學，也本來就挺正常嘅事情啦，你又何必同自家過唔去咧？叫。話要講進來啊，風浪無情咯，一味美啲人就搶唔搶用，咁樣睇開行邊一成人嘅命啊！一下我還可以做呢，唔係退出家鄉成人，入地去乾脆半啱你咪改好下。好咧，我飲住，譬如飲住，我最惱人弄啊！我冇同羅嫂是講唔記唔得的，你去做埋我佢傳堂嘅。就係因為原來喺台灣本產衝突，都一下2年難嘅呢，伊都話起唔好幾耐啊！唔通我而家去向當嘅，我打到奶叫當拉入去醫藥費啊！其實我阿弟，你知道推天數，你像這種在唔聲音聽聽啊，但是我可以老實同講，你說我想去推天數，像靠你啲人才去向當嘅，你是不是老天數都唔得啦？好啊，我唔講嘅，講到嘅，如果講係弄啊，唔知佢講嗰個啊。各位頭家啊，今日風雨有較大啦，大家小啉來一個，點味就夠啊啦，吼。你沒田中國誒，都喺那邊哦。田中國，所講得係唔啦？要談到喎，談到1以上 ，over。田中國，我邊田嘅點喎？客家地要轉移啦 ，over。田中國，談到1以上啦 ，over。田中國，唔是我撈下去了，談到2以下啦 ，over。我冇做大家事情啦。田中國啊，我邊田嘅點喎啊？小邊啦，我又冇搶命。跟下反頭，你正經打算死到米過去係冇？那事情不差。田中國啊，唔是我個做弄事情哈，按你風浪兩個水上係冇怕當嘅啊。田中國，看看你轉移啦，你路叫我清楚啊，唔是我唔記得啦，你那事情啊，我正經出事情真感謝係冇啊。田中國，談到1以上啦 ，over。我哋阿
认识你。风平浪静，日头渐渐转下移。昨天啊，事情不是你上，就得认识你。爸，爸，昨天让陈传一件事情吧。哪个事情？将来10班。那土地属于太阳上，我用了钱做嘛哎呦，这事情忙上啊，免唔掉就老人讲啦。不过爸，做得人保证，绝对没做坏事情。做唔得。30番对你户口来讲，唔免赊钱的。咱准公司养老人家，那第30番来传去救掉。爸，拜托啦，还听快办呐。做唔得，做唔得。30番呢，要9成钱呢。爸，拜托啦，只用做到拜托嘅呢。你最好天数去到啦，好冇？跟先人讲，你到底做乜嘅？算了，人家都算了，仲阿媽都冇講。
票买交落啊。爸。我做学教，你又唔先讲伊啥？也是嘞，在那里多好事。爸，输好了哟，生意到位。也本来迄饭店都要做太好用个钱，唔能太热嘞，应该抵好用个桥面，爸，俺几岁了？还听不政治文化？爸，可以可以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如果超过50块以后，你就要马上放掉哦。OK， 好，好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呀，钱不是问题嘛。这样啊。哎呀，可是我才刚回到小琉球哎。要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搭晚一点的船回台湾，好不好？好 ，OK OK， 我回去再说。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拜。阿孙嘞啊，哎，咱读电书，伊甲学生的交股票敢妥当？我唔妥当，爸，一下赚钱唔但只要管后生，还要看机会呢。唔看到遐着吼，人去涨快事听的。哎，阿孙嘞啊，啊本30万涨无量，眼天天，哎，你都来编马贵，60人个讲。哎呦，爸，哪有编马贵呢？无编嘛个贵，按照个意思啦。啊，韩国我要个凉茶的，俺唔会咖啡，俺袂会上分，你冇法让俺看唔顺啦。好啦，爸，我做老实人讲啦，其实我买嗰台茶吼，硬啲納貸款啦。
迄三人做头路，唔好稀胖胖的，赚几多钱，你死几多钱，何必价钱的脚场面？哎呀，空学的咩？唔係啦，爸，我攏講，以後就按到投資理財啊，唔單止係股票，還有做期貨呢，幾三人合股，然後錢掉位，再用銀行做融資。哎呦，反正哦，做錢滾錢啦，像遐種貸款吼，2下班就能摕嚟啦。迄三人做头路赚钱，还你读书得较样啊！爸。今日遐时代真係無強樣的啦，賺錢唔單止愛讀書，還會用腦筋啊！再講，遐條錢全部就正正當當的，唔是少啦。我唔係少，是講。哎呀，好啦，爸，你轉安心啦。再過幾年，你是說退休的啊？到時候你想買一條長長的遊艇本，本想去哪就去哪。環遊世界就做得呢。當你這個大螃蟹。哎呀，爸，我有冇敢對大螃蟹啊？係嗎？好啦，爸，我下去聯鄉公所，各位就直接轉台北了，我過轉來，好。咩？阿叔你啊？係。咁就難得轉琉球島來，按條件做乜嘅？拍了去反正這嘛。哎呦，爸。冇時間的啦，還有咁多事情要處理的。嘅，我就等下喊你連轉來，將平和花食飯啦。好，生意對呢。好啦，先這了。好。連水果都冇人個生意。这里鱼啊！哎，对啦对啦，当个袂歹哦，气派无啊？好，多谢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对啦，好，谢谢啦，谢谢，参观一下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调啊出来，哎，遐互伊处者，大家看会到啦。哎，对，哦，安尼使啊，哦，这调啊出啊出来，好好好，安尼使。哎，对，哦，啊，多谢，谢谢，欢迎。哎，对了，哦，大家较下面，哎，靠后边要点炮吼，多谢了哈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大家来这参观，来这参观啦吼，哎，来这参观一下，哎，谢谢。海家天路有啊，家甘手慢來通啊。阿伯，你在创啥？哎，下去拍一张。阿伯，毕业哦。拍到没？走，我们去看海龟。耶！
家长多啊，我靠这边的码头无看到，以后一天又来样提色的。对啊，钓我在这里，大雕出大雕，切菜都乱挑的提色。这个沙罗啦挑提色原来攀武器头，他慢还敢挑提色。好了，爸，来你上。不是啦，那过去的茶啊，可唔管啦。但讲係一順拉得濕濕，我手人家茶做做起嘅，但要行嘅就好啦。冇相關啦，爸，當初你咩朋友坐過嘅，你坐看得冇？唔是啦，但要行嘅就好啦。但我話真嘅啊，你大擺轉琉球島來，就視察轉啦。個琉球島就按細天天，還是有多茶嘅。但講啦，按茶運來運去，運費不收錢哈。哎呦，這幾千元天的使錢呢？幾千元唔係錢，但看他們轉來，茶就搭到東港，上得了，錢難賺啦。爸，有件事情對你可排泄啦。有乜個事情？冇啦，就先前到我們家嘅想吃飯啊，照你講，做主應該辦嘅咩？哦，當然啦，大家拿出嗰條錢，但就冇指望啦。哎，爸，做唔得啦，竟然辛苦賺到嘅錢呢？交代人上就好。爸，我一包嘅很需要用到錢的主轉，下場嘢我聽連本帶利字，全部版本，好嗎？也去發，我比堂佢都北邊嘅，我邊咩愛唔揾得到錢，我只要是書本分，做一個學生嘅就多讀書，多求學問，嗰條錢好賺好事，來夾去咩夾，我一次都冇吃到嗰條錢哦，當食材，係冇眼睇啦。好啦好啦，嗱啲嘢啦，爸，按間正件，我籌款啦。對過。啊，拄好啦。娘咪哦，我才讲过来哦，到我来面搭啉两杯啊，心情真歹，只讨无啊。哎啊。好啦，你看一下就好啊。哎，田总吧，啊，你今即几天有转啊无啊？昨转去啊，什么代志哦？哦，无意思啦，报一声明白啊，你别了过工来了哦。哎，要报我钱小姐阿姨诶。哦，迄我无说，我唔捌啦，我帮你问看卖咧啦。好啦好啦，你话做放过啊，你个问问啦，你走走袂有啊？遐尼严重哦？哎，恁爸财产要去一半，你讲有严重啊无严重啊？哎，我要等下者啊。所拨的电话暂时无法接听。您所拨的电话暂时无法接听。
从地方去做乜嘅？都裝咗副卡嚟，你行唔到啊！爸，感谢。我该做冇嘅。时间到了，你赚了就好。老天家的，小空小给小孩买个50，你这个小死人呐！爸。係呢個拉嘅呢？爸，你成日整件咩唔嘅？做乜嘅？喂，你有冇啲慚愧喎？把梦藏东百年前，下潭水后，年代地里了水路也有人，一流长年种种马竹鞭，该竹牌，一群当中狗，水路行该人。以后还有人哪一？以后。